金川歌庄。吴江某没来，吴江某没说消息。还要不要？还有多，很多，这边还有10多个至少。等会儿吃吧，等会儿跳完了之后就吃冰淇淋。上午是团队，下午没有，不知道，因为下午有可能天气很热。下午老师有课嘛，英语有课，明天早上9点20左右聚会嘛，不是，就是先聚在一起10点钟表演。票2块，它连到一起的，它因为太多了，如果票整多的话，应该票就跟将近50多分钟。不可能跳整段，就跳2、3个，3段就可以。
金主在旁边休息。把凡凡吓到了个。林卓没化妆，他就戴口罩，其实不用化妆，不要。这儿来了一个，这儿来了，学习了。快快，50块钱，快点快！真的，这是最后搞笑的汉真的。还有个啥子？还有。你说可以就可以。说嘛，我们在听呢。就完了，你们会跳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就是过去了。好了，都会了没有？你们会了的话就可以了呀。我也这样，打死你下不了。把这小鹿带进去，然后跳起来。哎，练完了吗？练完了噻，肯定啊噻。你单独可以跳一个。买那么多会画。到这边拿嘛，拿，买了30个应该够了。那就吃嘛，那就吃，等会儿就画了。你明天要来不？肯定要来呀。我我早上。每天除了11号没来，12号、13、14、15都要去，反正很近。这是小活动，那就吃吧，那就吃，等会儿就画了。因为它是这里骨折的话，在这里骨折没有影响。这里骨折，这里骨折。骨折了？什么时候骨折的？上个星期就在痛，然后昨天不是跳了，白天也跳，晚上也跳。你健身做了吗？特别疼，然后晚上去检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个是检查以后，他说的是胸部肋骨有一个是骨折了。骨折了？那怎么办呢？你这不用做手术吧？长期不要跳运动。不要太激烈的运动。啊。但是还是肯定是会恢复的呀。就1、2个月没什么嘛，明天。骨折起码2、3个月吧，至少。啊，要。对啊。他是怎么造成的？不知道吗？啊，这里打了1拳。哦，别人打的呀？你自己就开玩笑打的吧？开玩笑，然后那天就昨天也。是开旭和小倩，开旭和小倩跳那个跳起枪糖果庄。
手机可以打20多分钟，21分钟没有卡没容量了。几点钟？才几点钟就自己看？没得时间了。你热不热？你热不热？他应该有点热。他都12度噻，我都12度不热。我降下来的话，我就声音好小啊！这个光圈，还有一些输出线。去那边外面去。
9:20。小龙女，快点啊！我先看一下。这个先练一下，他说。往这边站站的可以不？开了没有？等一下啊。往音响里面站那儿，那边方向站。看一下。搞啥子？我打的。哎，不是那个，我打你了。不是小李，我打的。我专门打你的嘛。声音它那边比声音大。你的那个抖音是英语嘎？小李 TV，就小李，小李嘎？小李 TV。直接搜小李就找得到。哎呦，我说过来拍一下。就把3个手机报废了。摔下去，我手机多得很。3个手机一下啪哈，都不特钢化膜才行。不像永吉他们那个随时被断过。你看永吉的直播啊，随时说白了都是搞去耍的，哪有点儿？啥荣波的都，反正就是大家粉丝多的他的不一样。他如果跳舞的和我们拍的不一样，没得人打赏的。就跟蜜蜂说的，他那个上万人在线，没得人一分钱收入。我那个不是有时候直播就是几千人在线。还是有在线的时候有1万人，没得人打噻，就是送点送点啥子星星嘛那种，喜酒花之类的，嘛又没得几个钱的。一块钱那个几角钱。多少还是有，多多少少都有。我有时候最多的时候收入10多块钱，那也直播就是有几个小时收入了10多块钱。你如果1000人可能不止了。我那时候2000多人没得人打赏的。他不像跳舞的，晓得吧？不像跳舞的他忠诚度很高。他喜欢那个人就很喜欢，他就随时说，要不你拍摄没得用那个。我们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维持点热度，人家喜欢的粉丝啊，看点直播，他们就觉得有点意义，等于说是，嘎。对。他又关注你这个号，等于说是。对。你说我有精神嘛？那天晚上天天来直播。对啊，你收精神没得收入。对。像云峰那些，他们像你比如视频播放几十上百万的，他就2-3块钱收入。我拍的没用，像这些视频现在也是啊，拍的播放量高的是，他说抖音那些拍了几十上百万的播放量才几块钱、10块钱都没得。没得，现在都是抖音现在，他那个就是那个原创作激励计划。我原来有时候拍条视频，有时候收几百块钱，现在都没去。老师，你们今天去没去？今天没去，明天去。今天没去。明天早上你10点钟前到，你就可以。那我就没我去。今天好热啊！今天是，明天肯定也热。这几天都有点热应该。明天我热天来了，还是带个伞去。要不是相机照不。就是我伞都绑到上面还没取下来。相机关键是它那个里面那个镜片，里面那个起那个螺旋那个镜片那个镜头嘛，那个损坏了就不是，它就是高温对它那个伤害更大，知道吗？因为它有塑料的。但是虽然说它有保护，但是你时间过长在那儿拍就要照，知道吗？里面去。那
这个着了车就买一个好贵，哎呀，买个镜头，好多人镜头像我们那个镜头，那时候你们妈1万多，今天都哎呀，这儿着了又去买了，全没挣着了，对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就那个伞弄得好点的。就是如果热的话，他们会退。